每一天，无事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初10。以赛亚书64章9节安尼讲：耶和华，你毋通大受气，也毋通永远纪念罪过。求你下落来看，阮拢是你的百姓。三甲来祈祷，无大生气，也无永远纪念阮的罪过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信实无虚假的真活上帝。你疼痛永无改变的主爱天父，主啊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满心的恳求甲痛悔。主啊，阮承认家己的背逆甲过犯，也常常照家己的意思去行做，直到远离你的道路。主啊，求你赦免阮。主啊，求你怜悯阮，亲像老爸怜悯家己的儿女。主啊，因为阮是属你的百姓，是你亲手所造的。主啊，阮虽然不配，总是阮仰望你的恩典。主啊，你毋通大受气，也毋通永远纪念罪过。求你下落来看，阮拢是你的百姓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